小姐请进来。见过吴秀先生。我不是吴秀，我叫沈贤。你要找吴秀吗？是啊，烦劳你请他一声。请稍等。吴秀来了。见过吴秀。起来，起来。我道你是个君子人，这样的戏弄人家不该也。我本是个大将军，岂可与你去送行？既是将军与身为你愿我来与我再不亲啊！谁叫你我的实话你不马信？我就已经得了病，人事方法看那眼，病是要紧总在本。过儿你有话只管对我讲，我常为你做不轻。这样说来是我错怪了你，这样说来我是让得了你，不妨事。本小姐到此有关，我特地前来送私信。这封私信我真想，那无罪的妹妹认得你，她不是被人无拘无中啊因，此事我已早知情。那李三想把话比他的口供他不肯，故所以俺总写好信一封，他叫我送与吴秀偏家亲。你把私信交与我，我替你去夺取那吴秀听。但是我也想和你打风景，不知小姐肯不肯？你把私信来交与我，我与你送一些信人。我不是私信，是口信，口信谁来啊？我记在心里。这个口信要当心，不可再与那旁人听。在我的口，在你的心，答应那举送要记记既然答应言语反悔，你就说吧。唉，妹妹呀，你在讲什么？我在念心经的听啊。现在我和你开心那年，就是当和你见了面，你的眉毛像天线，我无爱恋在心呀的啊也妹呀，我和你你不知，我想你你不见，我与你说话你不回答，我和你这第一件事非敷衍啊也妹呀，我是一见就钟情你，为之
是你可会家里？我是一件事钟情你呀，你我真好像。